右手搭左手都冇所謂嘅，就自己嘅啫。大家一行出嚟擺出嚟咧，知自己就邊嘅手噶啦，自然反應嚟嘅。好，搭好之後，扣實咗之後，拉起啲手指，突出嚟嘅手筋，正常手筋啊嘛。嗱，重點嚟咯喎，一定要伸直個手踭，兼且 lock 實，伸直手踭要 lock 實，一定解釋俾大家聽。點解啦？好，揾到個壓點，擺隻手落去，另一隻手重疊扣實。而家我個身係斜㗎嘛，如果斜嘅話，應唔應該按壓落去啊？係啦，唔應該，因為你要咁樣壓落去嘅話，你會聽到好特別嘅聲就係啪啪聲，係啦，啪啪聲嘅，千祈唔好啦。OK， 頭先我同你講，一定要攞實隻手，兼且實直㗎嘛。點解？如果你唔攞實隻手做之後，變咗咁樣做嘅話咧，知唔知做到乜嘢？似咩？掌上壓。我哋一陣咧做咩掌上壓咧？就係做1分鐘做100至120下掌上壓，1秒2下，冇可能做到，就算消防員救援都做唔到，衝過班都好。所以一定要伸直手踭，兼且攞實。我哋要垂直按壓嘅，靠上側重量站落去，俾少少貼士大家點為之垂直按壓。我哋當你升起以前嘅人嘅時候，望到個病人依邊嘅耳仔，就差唔多會垂直，你就可以按壓落去啦。OK， 呢個就係我哋救援嘅經驗，20幾年救援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可以咁樣按壓。OK，CPR 記住快、狠、重得㗎啦。好，快1分鐘做100至120下，1秒做2下。自己打數1啊、2啊、3啊、4啊、5啊 ，OK， 狠就個深度，呢、個就係100至120下邊啊，呢個邊 ，OK， 深度做持續 cm， 呢個身份證個短邊個闊度 ，OK， 照聲都好深嘅其實，所以一定要伸直手踭壓落去。希望一陣大家做練習嘅時候，硬聲回答都俾翻老師好。點解？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做緊一個叫做人工嘅血液循環，做得最完美都好，只係比起一個正常嘅心跳嘅心臟血液輸出量得20至30% 嘅啫。所以你做得差少少咧，其實個輸出量都已經唔足夠。OK， 所以要做好啲，但係千祈個手筋要長期接觸咗。